目前有網民喺社交平台分享喺現場睇到真假謝霆鋒嘅片段，並留言就話以為追到咗謝霆鋒嚟個近景嘅，我當時以為我真的遇到，哈哈哈哈！謝霆鋒模仿秀片中睇到翻版謝霆鋒着上咗謝霆鋒演唱會嘅黃色 T 恤，無論髮型同埋輪廓都跟謝霆鋒非常相似。由於大批粉絲難分真與假，以為翻版謝霆鋒係真嘅，更瘋狂追着翻版謝霆鋒拍照，令到場面一度陷入混亂，更需要保安護送翻版謝霆鋒離開，並大叫假嘅。現年44歲嘅謝霆鋒現正在舉行內地巡迴演唱會，官宣一刻跌起咗熱話，一票難求。目前謝霆鋒已先後喺杭州、廣州同埋重慶完成咗演出。日前謝霆鋒喺重慶奧體中心體育場舉行演唱會嘅時候，台上台下經現咗兩個謝霆鋒，有觀眾以為謝霆鋒現身喺觀眾嘅隔離，引發咗歌迷爭相狂追拍照，場面極度混亂。有大批嘅網民睇到片段都驚訝，表示這不是本人嗎？睇咗好耐都係好似，輪廓好似，佢不尷尬嗎？故意一樣嘅衣着、髮型，甚至頸鏈真係好似喎，難分真與假。頭型都好似，輪廓五官都非常似，雖然似，但係就唔靚仔。點解做到嘅？遠看確係挺似，確實好似，但係都能夠分辨得出嚟，長得有幾分似，但係氣質就唔大一樣啦。採訪一位現場嘅歌迷，據其介紹，呢啲係10月6號嘅謝霆鋒重慶演唱會嘅現場。我睇完謝霆鋒出嚟遇到山寨版，當時唔知道好多人叫謝霆鋒，結果跑過去睇。